迄时耶稣伫安息日对麦地经过，伊的门徒枵了，就订起麦穗来食。法利赛人看到，就对耶稣讲：看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毋通做的事了。耶稣对因讲：经常记得大卫甲军队的人祈祷之时所做的事，恁无有读过吗？伊怎么进入上帝殿，食了单色饼？这饼毋是伊甲军队伊的人会当食的，唯独祭司才会当食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祭司伫殿内犯了安息日，佫是无有罪，恁无有读过吗？但是我讲互恁，伫遮若有一个人比天较大，我喜爱怜悯，无喜爱祭祀。恁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无将无罪人当作有罪的了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离开迄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迄边有一个人孤搭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讲：安息日治病会通也毋通？意思是要控告伊。耶稣讲：恁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安息日落伫坑内，无甲伊掠掉揪起来吗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啊！所以伫安息日做善事是也可以。怎呢？对迄个人讲，伸出手来，伊甲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甲迄只手同款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安怎会当治灭耶稣？耶稣知影了，就离开迄边。有真侪人缀着伊，伊甲其中有病的人拢治好了，佫吩咐因毋通甲伊传名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看，我仆人，我所拣选、所亲爱的，心内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予伊，伊必将公理传予外邦。伊无公正，无宣亮，街上也无人听见伊的声音。野伤的路德，伊无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伊无吹灭。等伊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拢要仰望伊的名。迄时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、佫青面、佫矮教的人带到耶稣迄边，耶稣就医治伊，甚至迄矮教的佫会讲话，佫会看见。众人拢稀奇讲：这毋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讲：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贝西卜啊！耶稣知影因的意念，就对因讲：凡一国自相纷争的，就必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的，必徛立袂牢。若撒旦看着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野国哪会徛得住呢？我若靠着贝西卜赶鬼，恁的子弟赶鬼，佫靠着什么呢？安尼，因就要断定恁的是非。我若靠着上帝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国临到恁了。人怎会进入壮士厝内抢夺伊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掉迄个壮士，才会当抢夺伊的家财。无甲我三号的，就是抵挡我的；无甲我收住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讲互恁，人一切罪甲亵渎的话，拢通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，总无得赦免。凡讲话干犯人子的，还佫得赦免；唯独讲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恁也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
树歹，果子也歹，因为看果子就会当知影树。独蛇的种类，恁既是恶人，怎那讲出好话呢？因为心内所充满，嘴内就讲出来。善人为心内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对于心内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搁讲互恁，凡人所讲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讲出来。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当时有几啊文士甲法利赛人对耶稣讲：“夫子，愿你显一个上帝的新约互阮看。”耶稣回答讲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求看上帝的新约，除了先知约拿的上帝新约以外，佫无有上帝新约互因看。约拿3日3暝伫大鱼腹肚中，人子也要安尼3日3暝伫地内头。当审判的时阵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，伫遮有一个人比约拿较大。当审判的时阵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伊对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。看，伫遮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搁较大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伫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找求安歇之处，却找无着。就安尼讲。我要转到我所出来的厝内去，到了就看见内面空闲，摒扫清气，装饰好了，便去另外找了7个比家己国恶的鬼来，就入了去，住伫遐来。迄个人幕后的境况比前搁较毋好，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耶稣搁对众人讲话的时阵，不料伊母亲甲伊的兄弟徛伫外面，要甲伊讲话。有人讲互伊讲，看你母亲甲你兄弟徛伫外面，要甲你讲话。伊却回答迄个人讲：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呢？就亲手指着门徒讲：看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凡尊敬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母亲了。